我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婚林未了乡公所配合着县政府社区营造的计划，选出着3城社区的小竞赛计划来执行。其中有一节武术课，特别邀请到四湖顺武堂的老师来教小朋友练武功，这囡仔朋友拢真有趣味。 小朋友对老师的指示专心练武，为了乡公所配合县府社造3.0，伫公民审议之下，决定执行3城社区小竞赛计划。其中一门武术课，社区找四湖顺武堂的老师苏金表老师来教社区的囡仔练武功。小朋友练武术哦，最重要还是在慢慢的培养他们的耐心以外，他们的毅力。 跟坚持的一种精神。因为时代发展，即马愈来愈少人来练。即卖囡仔除了练武增强体能，嘛会使培养专注力，对个人的成长嘛有真好的帮助。好玩。然后今天上什么课？武术。你觉得好玩吗？好玩。好玩。你最记得哪一个动作？再来。这个。好玩。哪一个部分？ 麻布相冲。透过社区的计划，结合囡仔的才艺课程，除了重建过去的文化，嘛会使互居民更加团结。